台中标出非洲猪瘟，农业部下令禁运禁台。到目前为止，所有证据是拢显示这病毒无传出去的状况。按说明仔载就会讨论，敢要伫11月初6中到12点解除禁令。不过是已经有肉品市场宣布初7就要开市。防检署强调，一定要等到政府公布才会当解禁。 非洲猪瘟防疫倒头算，国家的斟酌细致甲病毒彻底根除。全国的猪场已经入来到第3轮的健康访视，相对高风险的猪场和一般的猪场是完成6成、6含6成，拢无正常的所在，或者场环境监测、或者车监测采样拢阴性。在这一段期间内，有化质异常送检的县市包含有彰化县、台南市以及屏东县。 那所送的这一些检体，目前检测结果也都为阴性。严格防止野猪去接触到喷。逐港巡查全台湾27个掩埋场，无发现死亡的野猪。目前已经伫6个喷的掩埋场的附近设22台自动翕相机，其他嘛伫初7进前完成。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讲，所有科学证据拢显示讲，非洲猪瘟病毒无传出去。按算伫初5讨论讲，敢要伫11月初6中到12点的时阵解封。不过即马所传出有地方的肉品市场，所家己宣布讲初7开市。竞载跟禁运是依照我们动产条例的28条来做全国的一个公告一致性。那同样的，如果说今天要解封，也是由中央来做宣布，达到一致性，否则它会增加在防疫上的一个困扰。 防检署长杜丽珍表示讲，敢要解封必须要等中央宣布，袂当家己宣布，会搁含地方宣导，而且通令禁止。若是顺利解封，逐港出猪量原则上袂超过3万只，超过125公斤的大型猪，已经协调冷冻工会和屠宰场，会直接送去屠宰场来屠宰，而且冷冻保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